恭喜你買咗 Anthem 嘅接收器或者處理器。呢個係 Audio Advice 嘅設定指南同埋啲小貼士，希望你會中意。咁我哋由將所有嘢睇出個盒開始，好明顯你要將你部處理器或者接收器放翻入機架度，你要裝好遙控器嘅電池，插好電源，記得將2條天線裝咗機背。就算你覺得唔使都好，之後我會解釋。手上有份快速入門指南，就係我即將帶你做嘅步驟。第一樣要做嘅嘢咧，就係將佢連上互聯網。有2種方法可以做到。第一種咧就將宇太網線插咗機背，當你開機嗰陣咧，佢就會自動攞到 IP 地址。另一種方法咧，如果你嗰度喺宇太網線咧，就可以用無線方式連接。有2種方法可以做到啦。第一種咧就係用 Google Home App， 你可以下載咁用。我哋之後咧會示範俾你嘅點樣用呢個 App， 或者你可以用 Apple 嘅無線 AirPlay 咁進行設定。做完呢啲之後，你就去到 Anthem 部機前面，用你個遙控駛入設定選單，睇落去網絡，咁你就可以喺嗰度揾到你嘅 IP 地址。之後你就要用呢個 IP 地址咧去進入網頁界面，所以咧你要喺電腦輸入嗰個 IP 地址進入網頁界面，跟住請你去 Store Load Update 嗰個分頁嘅 Update， 咁樣就會更新網頁界面。之後記得翻去部機前邊用遙控器嘅 Update 嘅更新部機，呢個係更新網頁界面，嗰個就係更新部機本身。2樣你都要做晒。好啦，跟住我哋入去呢度嘅 General Setting 一般設定，為你部裝置改個名，好似你見到呢度咁，叫 AVM90 Rocks。當然啦，你可以設定語言、距離單位，例如英尺、米，仲有音量黑度。你可以攞分貝或者百分比，我就通常留翻做分貝。Standby Bypass 待機旁路，大部分人都會 left 槽嘅。Connected Standby 連線待機咧，佢大部分你都會開住嘅。仲有即係開機音量，當然你可以隨你中意點 set 都得。我建議你睇下呢度，我設定咗我哋最大音量，預設係設定咗10度，你睇到啦。我中意將佢調低到大概0。原因係如果你唔小心搞錯嘅，或者有隻狗之類嘅，佢坐咗喺佢個音量掣上邊，將佢推到好大聲，咁樣可以限制咗去到某個音量就停，所以直接去設定翻嗰個數就得。仲有開機輸入通常係用翻上次嗰個，而預設串流區域通常係開住嘅。靜音控制方面咧，大部分人咧會保留預設，將靜音水平設為0。靜音線路咧同埋數碼輸出咧通常都冇啦，跟住係耳機，佢會將主咧輸入靜音，大部分人都會保留呢個設定。我哋睇下顯示設定，同樣地，大部分人都會將呢啲設定維持原狀。你喺度會見到前面板亮度，當佢運作緊嗰陣咧，呢個亮度會設得好低，然後仲有一個喚醒亮度係高咗嘅。螢幕顯示方面咧，如果你用緊16:9嘅螢幕咧，就將佢設做16:9；如果你係用 CinemaScope 就設做2.4。螢幕資訊顯示呢個功能嘅作用係，例如當你調校音量嗰陣，佢會喺你嘅螢幕畫面上邊疊加顯示。有啲人唔想用呢個功能咧，就會將佢關閉。其他人可能會由得嘅，或者只係設做主區域，又或者設做2個區域都顯示。當然，你亦都可以用同樣嘅方法去設定你哋第2區域。如果你有用到 CE 控制，即係 CEC 控制，你就可以喺呢度進行設定。如果你有裝好似 Control4 或者 Crestron 之類嘅自動化系統咧，大部分人都會將呢啲功能全部關閉嘅。搞掂晒之後，我諗你入去喇叭設定嗰度嘅喇叭設定入邊咧，最開始要做嘅主要係聲道影射 Channel Mapping。如果你係用緊擴音機咧，呢度亦都係你設定擴音器嘅地方。所以嘅處理器嘅聲道影射設定入邊咧，你會見到你可以將 Hi1 設做前置 Dolby 或者前置天花喇叭等等。以我嘅情況嚟講咧，我就係用緊前置天花喇叭。跟住咧，我哋呢度有後置天花喇叭，但你亦都可以喺後置 Dolby 或者掛牆喇叭，呢啲都幾顯而易見。如果仲有第3組嘅話咧，所以如果你有3組喇叭，佢就會係前置天花、中置天花同埋後置天花。如果你有部擴音機，你就可以喺度設定你嘅擴音器，將信號輸出到對應嘅聲道，其實都幾簡單直接。如果你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打電話俾我哋。設定好晒之後呢，而家就係時候進入 ARC Genesis 啦，打開咗嘅進行校正。咁我哋就離開呢度先，之後再翻嚟處理輸入設定。好啦，而家你要去 Anthem 官網下載 Arc Genesis， 我哋喺影片描述入邊整固個連結，你可以直接攞入去下載。入到去之後呢，第一樣要做嘅就係快速測量 Quick Measure。我哋做呢個步驟係為咗將超低音喇叭嘅擴音輸出調校到合適水平，大約75分貝左右。
等低音可以同你其他喇叭配合得好啲。你可以見到我已經將麥克風透過 USB 連接好啦，我將佢放喺主要位置。我陣間會話你知到底應該點樣擺咗主要嘅聆聽位置。咁等我示範俾你哋點樣做。好啦，等我示範埋點樣裝好個腳架。你可能會好驚訝有幾多人會試呢樣嘢，其實佢你想象中嘅直覺，不過你要咁樣做，將佢拉高，然後好似咁樣將佢腳撐開，呢個會好似咁樣推開，你要扭緊嘅，等佢可以固定咗呢度，睇住嗰個用偽裝備嘅末端組件，好似咁樣扭入去，直到佢固定好。你可能需要鬆開呢度，先可以將佢轉向上。而家我哋要做嘅係將個 USB 咪裝落個腳架度，記得要將個黑點面向前面。你第一個位置咧，絕對係最重要嘅位置。咁我哋假設呢個係主要嘅聆聽位置，或者喺呢個情況，假設你有兩個位，而你將佢放咗中間，但係我哋暫時當呢個係主要嘅聆聽位置先。我會將個黑點面向前邊啦。如果一般人坐喺張凳上邊，頭部大概喺呢個位置咧，個黑點就要面向前邊。我哋想佢永遠高過張凳嘅頂部，即係冇耳仔嘅高度。如果呢個係主要座位，呢個就係你第一個聆聽位置。而家翻嚟，你會見到呢度可以做個快速測量嘅。我哋只會喺超低音喇叭上面做測試。以我嘅情況嚟講，我有4隻超低音喇叭。如果你得一隻超低音喇叭，你就將個快速測量設定咗75 dB。如果你有兩隻，就減3 dB， 即係兩隻超低音都係72 dB， 如此類推。所以咧，睇我呢個情況咧，我要減9分貝咧，因為咧我有4隻嘅超低音喇叭，咁樣咧就會令到數值大約嘅66分貝左右。等我示範俾你嘅，我會喺開始測試第一隻超低音喇叭之後再講下嘅。好啦，我哋呢度停一停。好多人成日犯咗錯，就係見到呢度嘅數值係66分貝咧，就以為呢個係正確嘅數字。其實當佢執行緊 arc 嗰陣咧，佢係比較咁重嘅峰值。所以我睇下上邊咧，見到呢度大約係72分貝，所以我其實會將音量調低少少，咁樣我可以令到佢接近翻我目標嘅66分貝左右。好啦，我已經調低咗少少啦。而家我哋重新開始過，你會見到佢跌咗少少。好啦，我會再調低多一次，不過你都明我講咩啦。等我示範俾你嘅。而家我會去到超低音喇叭2。我哋會睇翻同樣嘅嘢。好啦，你可以見到我都會將呢個調低少少。雖然咧呢度顯示大約係66分貝，但係我會再調低少少，令到呢啲峰值更加接近。所以我會將呢個調低到大約63 dB。Anthem 喺處理唔同水平嘅超低音喇叭方面做得好好，呢樣嘢嘅舊版 Arc 係做唔到嘅。不過呢個就係你想要達到嘅水平。搞掂之後，翻去 Arc Genesis， 我會調校好嗰4隻超低音，確保水平正確。翻去 Arc Genesis， 而家正式啟動 Arc 嘅呢度。我會喺我哋裝置，你見到佢會自動入去，或者如果你想嘅話，可以喺呢度嘅繼續入咗去之後，而家係時候設定測量啦。你喺呢度會見到我已經設定好嘅高度位置，不過你都可以喺呢度自己設定。所以我已經有前置天花喇叭同後置天花喇叭，同樣地我可以設定呢個。好啦，我哋講多兩句關於測量嘅嘢。對大多數人嚟講，你通常只會做一次測量，就係針對你個主要房間嘅測量。咁但係如果你係進階咁嘅用家，你可能會做幾次測量。咁點解你會想去做呢？其實做2次測量呢，主要有2個原因。第一個原因係，如果你個房間有種設定，例如開住咗門，又或者開緊派對，仲要打開晒嘅窗簾，好多光照入嚟，咁呢個可能係你嘅休閒模式。之後你可能會有另一個設定，係將佢門全部執埋啦，窗簾拉埋啦，將個房間佈置成另一種狀態啦。咁呢個可能就係你哋高效能模式或者睇戲模式啦。以我嘅情況嚟講呢，我就會喺度設定2個唔同嘅模式。第一個叫佢做個人模式，而我呢個個人模式只會得5個位置，而且會好集中到我一個人聽歌或者同老婆睇戲嗰陣嘅主要聆聽位置附近。之後你可以即刻入去呢度設定你嘅喇叭，你會見到我已經設定好晒我嘅喇叭。好明顯你嘅前置喇叭係開住嘅。我會將呢度嘅位置數量設為5個，因為佢會好集中喺嗰個位置附近。我會開咗我哋中置同環繞聲喇叭呢套系統嘅後置喇叭，有第一組同第二組天空聲道，仲有我會開晒全部4隻超低音喇叭。你見到你可以睇你有幾多隻超低音喇叭。
我仲會設定另一個測量啊，所以你會見到咧測量 B， 而測量 B 咧我會叫佢做群組測量，所以我就會啟用呢個將佢改做群組。而我哋呢度想做嘅係冇更大範圍嘅位置度做多啲測量，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下呢，我會設定做9個。如果好似你有2排座位嘅，你就可以設定做10個。咁你可能喺第一排做5次測量，第二排又做5次測量。不過而家我做完呢樣嘢，你就會見到我有前置喇叭組，仲有中置、環繞聲、天空聲道等等。基本上我係會全部都跑一次。所以你想將所有喇叭都測試一次，因為當我哋設定檔嗰陣，你可以翻轉頭諗翻你想用邊啲喇叭，到時就會好清楚啦。所以再講多次，只需要做2組測量。咁而家呢，我就會佢繼續。我依家已經將個咪接駁好晒啦。而家係時候進行測量啦，你會見到我可以喺個人或者群組模式嘅測量，咁所以我會繼續冇顯示緊測量緊第一個位置啦。等我話你知所有嘢應該放咗邊，同埋你應該點樣設定你嘅測量。而家我哋開始啦，我會加快呢個過程，等佢快啲完成。我哋想呢個咪同所有喇叭之間係視線無阻嘅，而家就係咁樣。可能你平時坐嗰陣會挨後少少，所以你可以將佢座位調校到挨後嘅狀態。咁所以其實就係用翻你平時用開啲設定嘅擺位就得。好啦，咁我哋就喺嗰度進行第一個位置嘅測量。之後咧，佢就會叫你測量其他位置，例如第2、3、4同埋第5個位啦。第2個位置要向前移少少，你會見到 Arc Genesis 會話你知要點做。再提多次，確保你個黑點係面向前方。最好嘅做法係高度要調整少少。一般嚟講，佢第2同第3個位置，你要將佢降低大約6吋。之後咧，當我哋去到後邊嗰陣，就要將佢升高少少，所以大約會喺呢個位置。每個位置之間咧，大約要移開2至3尺噶啦。你會見到好多人示範唔同嘅距離，最重要係你要做呢樣嘢，你係要校準翻你對耳仔嘅呢個空間聽到嘅效果。所以用翻你自己嘅邏輯就得。有時你需要將佢調低少少，因為你可能比較曳或者比較高。當你行到後邊嗰陣，你要試下揾翻張凳挨低嗰個位。唔使太執着自己行咗2尺半定3尺。總括嚟講，你係要測量嗰幾個關鍵區域。咁呢個就係第2個位置。跟住我會喺呢邊咧複製翻第3個位置嘅，我會盡量令佢哋相對對稱。咁跟住咧第4同第5個位置咧，我會將支咪放喺稍為後邊少少，黑色點個面向前邊啦。咁呢個情況下咧，我會將佢由原本嘅位置向上移大約6吋嘅。所以話我係想營造出一種球體範圍。即係你對耳仔可能會睇啲位置挨後少少、拉前少少、向上少少、向下少少咁樣。再講多次咧，其實係6吋定5吋都唔係咁重要。咁而家假設你有2排座位，一般嚟講，我建議你做個 X 型排列，即係我啱啱示範嗰樣，大概係中間向前向下少少，跟住再向前向下少少，然後你就要去翻後邊。呢度少少，同埋後邊嗰度，呢個係你嘅主要聆聽嗰排做嘅第一個，之後再去整另一個 X， 所以你總共會為2排座位做10個位置。好明顯，如果你有3排座位，通常你中間嗰排會係主要聆聽位置，而你就要將佢測量點分佈喺嗰3排入邊。有一樣嘢大家可能會遇到我提你做嗰陣會見到個 X 型排列係點樣做嘅。如果你嘅主要聆聽位置係貼住後牆嘅，佢就唔好用嗰種由呢度開始去呢度嗰度再嗰度嘅 X 型排列噶啦，我哋會改用 W 型排列。咁所以你要將支咪放喺你主要聆聽位置咧，之後再向前移少少咧，向下移少少咧。而且當你設定後面位置嗰陣，唔好移得太後，因為你要確保同牆身保持足夠距離，避免收到太多由牆身反射翻嚟嘅聲。咁所以嗰個排列會係咁樣，由呢度去呢度，然後你大概會確保你通常你應該要同任何反射面保持3尺距離，但係最少都要確保有18吋距離。但係個重點咧係唔好俾佢聲嘅牆身反射，你就係擺喺嗰度同嗰度。大概嘅概念就係咁樣啦。如果你對咪高峰擺位或者點樣做先係正確有疑問，第一試下用常理去睇下你想點做，又或者隨時打電話俾我哋 Audio Advice， 我哋好樂意幫你。好啦，咁而家你會見到當佢計完晒啲數之後呢，我哋會攞
檢視 review， 你可以諗下你嘅計算結果係點樣。你會見到我呢度有profile 1同埋 profile 2，但係我會佢調整arc settings，adjust arc settings。我想喺呢度話俾你知咧，我哋有唔同嘅設定檔 profiles 選項，所以我第一個設定檔會係我個人嘅設定檔，嗰個個人設定檔咧，亦都會用到個人嘅測量數據，即係話嗰個較細嘅組別。我第二個設定檔會係組別，而呢個就會用到組別嘅測量數據。我其實仲會建立埋第三個設定檔添，然後咧我第三個設定檔咧就會係我哋立體聲設定檔，所以我會入去呢度建立一個立體聲設定檔。呢個係專門設計俾我淨係想聽歌或者淨係想聽雙聲道資訊嗰種嘅，然後我就唔會用第四個設定檔啦。但理論上你可以用到最多4個設定檔，我會咁繼續。而家你會見到佢我個人設定檔入邊呢，我已經開咗前置喇叭、中置喇叭、環繞聲喇叭，仲有天空聲道喇叭。喺我個群組入邊呢，我將所有相同嘅喇叭都開晒，你可以隨意開關嚟嘅。而家睇下，當我睇翻我啱啱建立嗰個立體聲設定檔嗰陣會發生咩事？喺呢個情況下呢，我其實唔想要中置喇叭啦，我會熄咗嘅，唔要環繞聲同天空聲道喇叭，我唔要天空聲道喇叭，仲可以佢要幾多個超低音喇叭？喺呢個情況下，我會將所有超低音喇叭都開住。而家我會嘅繼續跟住我就見到，佢我個人設定檔下邊有系統級別同埋每一個喇叭嘅設定。而家你將會見到佢係我想俾你咁樣嘅。我係特登咁樣做嘅，為咗俾你睇到，你會見到每個喇叭加咗幾多增益。留意天空聲道加咗12，我特登嚟做俾你嘅。呢種情況好少見，但如果你見到任何喇叭去到加12，就打俾我哋或者打俾 Anthem， 我哋可以好快幫你解決。因為加12嘅意思係呢個喇叭其實可能需要加到12.5、13或者14先夠。基本上咧，嗰個聲道嘅放大功率唔夠，而且冇足夠嘅額外空間增益。我哋可以教你點樣解決呢個問題。但係對於99%嘅人嚟講，出嚟嘅結果會好正常。你所有嘅設定位置同埋其他嘢都會調校得啱啱好。而家我哋咁繼續，然後去調整目標嗰頁。咁對於嗰啲真係好有興趣，想再深入啲研究嘅朋友呢，我想話俾你知，有幾樣嘢你可以喺調整目標嗰度做。咁我哋跳去嗰度先啦。喺我個人設定檔入邊嘅調整目標嗰度呢，你會見到我將空間增益咧設咗大約係3。當你輸入咗呢個數值之後，如果你覺得個空間低音唔夠，對於大多數人嚟講，你通常會做嘅就係調高個空間增益。我通常發現設咗3到4之間呢，效果對一般人嚟講係最好嘅。你會見到當我調高咗嘅時候，呢條目標曲線呢就會跟住升，從而提升低音。因為對大多數人嚟講咧，平直嘅低音聽落去咧，效果並唔係咁好嘅。佢哋其實中意多啲，即係話比原本預設咁多翻少少，所以我會將佢調高少少啦。一般嚟講，我就唔會去改個空間增益中心頻率。至於超低音增強，如果你想有嗰種更深沉嘅感覺，你可以將佢調高大約1分貝左右。你會見到當我哋做嘅時候，佢會將目標曲線最底嗰部分拉高，所以咧我會將佢調高到大約1。其實我哋每一個設定檔都會咁做，呢2樣呢就係我會做嘅改動。另外，我想話你知，如果你用緊透聲幕，你會見到前置喇叭嗰度，我就係用緊透聲幕啦。Anthem 預設嘅最大修正頻率係5000，我其實會將佢調高到20000K，原因係我諗佢針對個透聲幕影響嘅前置喇叭高頻響應呢一點去做翻修正。我亦都會喺中置喇叭做同樣嘅設定，咁所以同樣地呢，我會將佢調高到20000K。對於99% 啲人嚟講，其他設定維持原廠預設就得，唔使特登去搞。你會發現其他啲出嚟嘅效果其實已經好正噶啦。咁而家我會攞繼續，你會見到我會去到第2個設定檔。記住咧，呢個設定檔咧比起第1個咧有更多嘅數據點，而且咧覆蓋嘅座位範圍咧亦都更廣。不過假設我聽完之後想加強翻你低音咧，你喺呢度做翻同樣嘅操作就得。我可能會喺度稍微調高少少房間增益 room gain， 或者我將佢調到3.5，再將我哋超低音增強 deep bass boost 調到譬如話0.5。同樣地，傾斜 tilt 咧會將曲線呢一部分調低，我唔建議改嗰啲設定。同埋因為我係用緊透聲幕，所以我會將我嘅前置喇叭調到去20000，跟住我會去我哋中置喇叭做翻同樣嘅操作。你可以試下呢啲設定，然後再入咗嚟。如果你唔中意，轉翻轉頭就得。其實都有嘅講法係話保留5000以下嘅頻率會好嘅。
咁樣就設定好嗰個啦。跟住我會繼續去我最後一個設定檔，即係我哋立體聲設定檔。同樣地咧，你會見到我哋立體聲設定檔入邊都係一樣嘅，幾得意喎。你會見到喺呢個設定入邊咧，我哋房間咧增益已經幾高，而且咧護心低音增強，所以我可能會調高少少，聽下效果點樣樣。同樣地，我會對我嘅前置喇叭做翻一樣嘅操作，我會將佢哋調到20000K，用佢影響熒幕嗰邊出咗嘅效果。你會見到入邊係冇中置聲度嘅，係咁多啦。咁而家我所有設定檔都搞掂晒啦，我會撳繼續。咁而家會進行晒所有計算，跟住咧就係時候上傳去系統度啦。好啦，咁而家我會做嘅就係佢上傳到裝置，同埋記得一定要儲存你嘅設定。所以你去呢度嘅檔案嘅另存新檔，改個名。有一樣嘢大家成日會唔記得做，就係佢其實仲未進行雙位調整，所以記得要睇下邊呢個掣，佢就會執行晒所有雙位計算，然後再入去你個系統度。咁我而家就做一次俾你。好啦，當雙位調整完成之後，你會見到佢會自動上傳去裝置度。靜啊！咁而家我哋要離開 ARC Genesis 啦，記得要儲存你個檔案。跟住呢，我哋會入去網頁界面啦。好，咁你要再輸入翻你個 IP 位置。而家落去喇叭嗰度，你會見到我而家有我哋設定檔啦，包括 Personal Group 同埋 Stereo 咧，全部都係由 Arc Genesis 匯入嚟嘅。我哋睇入去 Personal 睇下。你可以見到所有嘢都已經正確載入晒喺度。我有4隻超低音喇叭，同埋我所有唔同嘅喇叭都喺度。我仲想話你知一啲有趣啲嘢。如果你睇下個距離設定，你會見到，例如最接近我嘅喇叭係我左邊同右邊嘅環繞聲喇叭。你會見到右邊環繞聲喇叭係最近嘅距離係0英尺。千祈唔好因為覺得哎呀明明唔止0英尺就走去改晒呢啲距離設定。其實咧佢係相對距離嚟嘅，即係話呢個係最接近我嘅喇叭。而其他所有距離都係由呢度開始計。ARC Genesis 係處理距離方面做得好出色，所以我建議你唔好改入邊任何嘅，可能遲啲佢哋會改，俾你切換翻做絕對距離。但係暫時嚟講就由得佢維持原狀啦。咁另外呢，就你亦都會見到咧，呢度有晒唔同嘅音量水平。假設你覺得低音唔夠，千祈唔好入去將超低音喇叭1、2、3嚟增益調高。原因係最好一律喺 Arc Genesis 入邊去改，所以你翻去 Arc Genesis 咧，將你嘅房間增益 Room Gain 嘅調高少少，或者如果你想嘅話，調高深低音，增強 Deep Bass Boost， 因為咁樣先會正確嘅調整晒你所有喇叭，顧及埋上位同埋所有嘅分頻點。比起喺呢度改，喺呢度改係唔會相對應嘅改變成條曲線同埋所有喇叭嘅，佢只係單獨加咗一隻喇叭嘅增益。所以總括嚟講咧，盡量喺 Arc Genesis 本身入邊咧去改晒所有嘅。咁而家我哋去設定輸入啦，你會見到我已經設定好晒我嘅，我只係會喺度示範俾你哋點樣運作。咁假設你入去輸入預設會係 HDMI 1啦，我喺度設定咗我部 Kaleidescape 音訊輸入咧會自動轉做 HDMI 同埋影像同步啦。但係你會見到我喺度設定咗2個輸入，一個係 Kaleidescape，另一個係 Kaleidescape Group。呢個係專為我自己或者同老婆一齊佢嗰陣設計嘅。你記得我之前有個人群組係一個細嘅設定，嗰度得5個咪高峰收音點，距離好近，其實就係圍繞住我同老婆坐嗰2個位。咁你會見到咧，單聲道預設模式咧，通常都會係上次使用立體聲訊源啦，同埋多聲道訊源啦。我都建議設定做 Dolby Surround 啦。呢個算係一般比較推薦嘅設定。仲有樣嘢 Anthem Room Correction 呢個功能，梗係一定要開埋佢先至得嘅。你可以熄咗嘅，但係喺大多數情況下，你都會想用 Anthem Room Correction。基本上係所有情況都係呢度咁做任何後期處理。關於聲畫同步，建議睇埋描述欄入面條教學片，係我哋專登整固。我哋有條聲畫同步教學片，你可以為每個輸入源設定啱嘅數值，通常唔使改輸入增益、Input Trim 同低頻濾波、Rumble Filter。所以我係想你睇下 Kaleidescape 同埋 Kaleidescape Group 之間嘅分別。呢2個設定唯一嘅分別係呢個係個人喇叭設定檔，而呢個係群組喇叭設定檔。意思即係當呢度有好多人或者有4、5隊人一齊睇嗰陣呢，佢會覆蓋到我之前用咪高峰收錄嗰個更大嘅群組範圍。除此之外，其他嘢都係一樣嘅。
咁而家睇下我個 Spotify 輸入，你會見到如果我打開呢兩個，我為 Spotify 設定咗兩個輸入，其中一個係純粹用嚟聽立體聲嘅，你會見到佢列出嚟係冇影像輸入咧，而音訊咧就設定為串流，咁樣咧我就可以將 Spotify 直接串流去 Anthem 度。我將我嘅喇叭設定檔設為個人，而立體聲來源我就設為冇，所以當設定為冇嗰陣，佢就會以立體聲播放。跟住你會見到呢邊有個 Spotify Surround，我都係設定做串流。我將佢設定做群組，因為呢個係一個較大嘅群組，而我哋立體聲咧設定做 Anthem Logic。你亦都可以將佢設定做Dolby Surround。但係假設你用緊 Anthem Logic，咁樣設定好適合開派對，因為喺校準方面佢會覆蓋更大範圍嘅座位，而且播緊 Anthem Logic 音樂咧，呢種音樂會透過我所有喇叭播放，效果會好正。好啦，而家我哋繼續落去，我仲喺度建立咗一個叫體育廣播嘅輸入，呢個大多數人都唔會用到，但係我只係想話俾你知，以防你想試下。所以咧，我將個視訊輸入設定做我哋 Roku，咁呢個就係 HDMI 輸入2，但係我哋將音訊輸入設定做 HDMI， 而係設定做串流。咁即係話我可以嚟緊 YouTube TV 嘅全國性體育賽事，同時用我自己嘅裝置串流去聽翻我住嗰區嘅本地電台廣播。呢樣嘢其實幾得意，即係話我聽緊嘅嘢同我嚟緊嘅嘢係唔同。我仲設定咗 Roku 9模式，其實你會見到我將個 HDMI 輸入2設定做 Roku 嗰邊，我哋音訊輸入都係一樣。至於喇叭設定檔，呢個係專門為夜晚設計嘅，我唔想嘈醒人，所以我用咗我個人嘅 Arc Genesis 喇叭設定檔。同樣地，我呢度設定嘅 Dolby Surround， 但我諗住將 Dolby 後期處理設定做夜間嘅模式。咁樣做嘅目的係設定好，令到佢唔會嘈醒人，所以咧聽人聲嗰陣咧會大聲少少啦，但係就唔會有咁多低音震動嗰類嘅。最後我會話你知咧，我設定咗我部 Apple TV， 而且我用咗兩種方式嘅設定，其中一種咧就係 Apple Music 嘅，你會見到咧就我將 Apple TV 插咗入 HDMI 3。音訊係由佢輸出嘅，所以呢啲設定一直都係一樣。直到呢度即係我聽歌嗰陣嘅喇叭設定檔係立體聲 Stereo， 你應該記得呢個係我哋嘅 Arc Genesis 設定好嘅其中一個設定檔。順帶一提，如果你想用立體聲設定，呢個係更好嘅做法，應該喺 Arc Genesis 入邊做，而唔係校準晒所有喇叭之後，再落喺呢度將你嘅立體聲訊源設為冇。但係喺呢個情況底下，我係直接用 Arc 嗰邊嘅立體聲設定檔，我將模式預設為冇，咁樣就會喺呢度播放立體聲。但係咁我平時用 Apple TV 嗰陣，即係 HDMI 3 HDMI 輸入嗰度呢，我有分組，所以呢，呢個係我同屋企人睇戲或者喺 Netflix 嗰陣用嘅。然後我會將立體聲同埋多聲道嘅預設咧都設為 Dolby Surround， 然後同樣地咧呢啲嘅形同步設定都會根據我哋 Audio Advice 嘅 YouTube 上邊嗰條形同步影片咧佢進行調整。咁樣就講晒所有主要輸入嘅設定啦。去到呢度，當你做晒呢啲步驟之後，你應該已經準備好晒，可以開始享受你嘅音響系統啦。希望呢個設定指南對你有幫助。如果你真係想將你嘅音響系統提升到另一個層次，可以睇下描述欄入邊嘅連結，入邊有5個改善音響系統嘅最佳音訊 tips， 同埋5個改善影像系統嘅 tips， 一定可以令你嘅系統更上一層樓。多謝收睇，我哋好感激大家對 Audio Advice 嘅支持。